炎热的天气，互咱出门的时阵感觉真烧热吼。不过烧热也有上帝听甲稳定中间，互咱小可曝一个日头，有底衫吼，互咱需要底衫通透过日头啊，想互咱来依完咱今早譬咱伫圣殿内面，应该是较凉爽吼。来，咱来串联圣诗第6首，主要我是我牧者，咱真实的诗歌，咱来吟第1节、第3节、第5节。主耶和华是我牧者，我无欠亏，只惊七吹扫波，予我徛起带到安静水边。第3节。最有危险免惊在海，因为我主同在，迎你的棍，高手保庇，应快安慰扶持。第5节。稳定主必定靠得我，高进一世无山，我要永远快乐安处，在耶和华的厝。咱过来看69首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。咱来吟第1节、第3节。请来，我的心神你着唱歌，我感谢耶和华。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伊我创造天顶地。哦罗，耶和华上帝。第3节，我的心神，我的心神，虔诚调起主的名。伊是全能阳光上帝，永远伫你天顶地。哦罗，耶和华上帝。请咱闭眼心来礼拜。
愿上帝人民院、赐福院，互伊的面照光远，通互世界知你的道路，万国中知你的救恩。上帝啊，愿列邦拢学了你，愿列邦拢学了你，愿万国快乐出欢喜的声，因为你要照公义审判列邦，治理地上的万国。上帝啊，愿列邦学了你，愿列邦拢学了你。地已经出土产，上帝就是阮的上帝，要赐福阮。上帝要赐福阮，地的四极拢要敬畏伊。请咱吟诗学了上帝圣诗第6首，圣诗第6首，最后好法是我牧者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请咱议员徛伫咱三角来共读新的诫命，请恁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相亲像，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2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恁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请咱来交读课文，课文第18篇。圣诗后面课文第18篇。请咱三角来启用。主啊，你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，对甲世界你也袂做成。你互人归途，因为伫你看，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昨日。你亲像用大水甲伊流去，
因亲像草，早起时无生。因为阮对你的生气就消灭。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。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生气。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。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。耶和华要到第时呢？求你倒转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。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，照阮拄着患难的年，照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。愿主阮的上帝的美妙点伫阮的顶面。一声，阮的手所做工，愿你坚固伊。请咱三角同心来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逐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。这个山还未生出，对甲世界你还未做成，对永远到永远，你是上帝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创造阮的生命，照顾阮的生命，搁煞来拯救阮的生命，诚做阮的大牧者，互阮无欠缺一项。有青翠的草坡，互阮徛起，带阮到安静的水边。天父求你，互阮灵魂静养醒悟，带阮行义的路。阮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免惊死亡凶恶。虽然有危险，因为有主的同在，阮就免惊灾害。你用你的腿固守保护。用你的管安慰扶持，伫对着的面前，你为阮摆设宴席，互阮逐项教业。伫阮的头壳用油来抹，互阮的杯满满。阮相信恩典慈悲的确缀阮到一世人。阮要永远快乐安住伫耶和华的厝。阮同心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俄罗，请圣乐队，因所要献的诗歌是心安然自在。
哈利路亚！我的心安然自在，我要大声吟诗，感谢我的主。请咱来看两位的圣经，头一位记载伫诗篇90篇12节，诗篇90篇12节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数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搁一摆，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第二位的圣经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。我已经渐渐好的征战，已经进跑走的路站，已经守所信的道理。又按搁一摆，我已经渐渐好的征战，已经进跑走的路站，已经守所信的道理。讲道要请弟兄仁牧师。大家平安。真欢喜会当受邀请来到咱的教会。印象中是去年，恁的主任牧师甲我讲，今年7月，我讲第3礼拜讲好，就甲答应。后来第6圣经节会了后，感觉心肝无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因2个牧师拢无伫咧。我讲你拢无伫了，结果恁的会长老、恁的圣化队队长甲我讲，还有我们在，我们建成，我们有爱。恁牧师甲我讲，你若无讲即句，你台顶爬袂起哩。我讲我知，通关密语安尼。其实用即个第6圣经节，检查你要想讲，这敢若咧讲个别礼拜，有影咧？我为什么咧讲敢若讲个别礼拜？摩西的祈祷。人的一生是70岁，若是勇壮通到80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。搁说咧，无代无志，你读保罗咧劝勉提摩太，征战好的征战，进跑走的路站。差不多，咱也参加。对主礼拜个别些，咱拢会听到这个经文、这个话语。今仔去用这个题目，头一个要想生命的历程。咱每一天拢咧行天路历程，跑走天路，兼在足野线，兼在伫迄个所在，我要跋倒。甚至咱若讲，咱会无人甲咱相国行，伫遮个崎岖坎坷，甚至咱拢伫迄个所在跋倒搁跋倒，主拢甲咱相甲伫咧。头一首诗，咱讲主啊，我是我的牧者，青翠的草坡，安静的水边。大家都爱啦，特别这个热天哦，来安静的水边有水上好啦。早起来，我甲会长老讲，讲你这台冷气会冷啊袂冷？伊讲会，我甲你开上强。佮第2句话，我甲问讲，敢做爱穿西装？你若无爱穿，我若无爱穿，所以阮2个拢无穿西装。我烦恼一个，我讲嗨啊！你若阁有线顶的录影，恁2位牧师长若看到讲，台上2个都没有穿西装，有影足热的。
老实讲，这落天遮热，都爱礼拜二过来做礼拜。我连去甲厝的桥骹练水手，看线顶机礼拜。线顶礼拜偌好，你敢知？也免奉献。我问你，接受倒一个摕去恁兜，互你奉献？佫煞咧，林美如配土豆，牧师你若毋知，我后礼拜人佫减一半，我讲，拢走去线顶，甲我无关系啊。基督徒的人生是一种信仰的旅程，跑走天路。伫即个人生的历程的中间，主所看重的，毋是咱为着伊做偌济工啦，是咱心尽心尽意听主，并甲伊建立亲密的关系。这足要紧。咱基督教的一个象征是十字架。十字架足趣味，伊顶悬甲下面较长，中环甲环较短。啊，你若话讲边长边阔，迄毋是十字架，迄叫做红十字会。所以十字架就是你甲上帝的关系长悬深，所以你甲上帝的关系，你到底有建立也无？毋然呢，咱常常咧想一个问题是：你我咱是啥物款的基督徒？啥物款的基督徒？做礼拜的基督徒啦，啊，着礼拜二拜着我教歌啦，拜着我司礼啦，啊，无来歹势啦，后迄就无来歹势。啊，是讲啊，着即个月轮着我轮值啦，啊，佫牧师休假啊，啊，所以哦。啊，无去袂使啦！你做礼拜到底是为着啥物咧做礼拜？搁只咱落去，咱的楼骹招待有教会公布，我毋知影咱的教会公布几份啊？用手的，我甲你讲，因为是安怎呢？今日你无摕，你会足遗憾。内面有一篇我的文章。所以都爱推销你，啊！所以你今日无摕吼，无去啊啦。今日照你应该是总会所定文艺时光团队主任啦。啊，文艺时光咧创啥？就是文艺团队啦。咱逐礼拜周报内面拢有更新，对无？啊，咱有迄落3个月一本的新安公读经。啊，佫一项，佫有迄个教会公布咧。老实讲，教会公布无人咧看啦。头一个哦，字伤细字啦，都还佫摕合物件。我有一礼拜去一间教会请安报告，伊完就为着教会公布写请安报告，刷一个会友甲我讲，牧师啊，甲建议啦，迄字伤细字啦。啊，我讲，我换看无啦，总之我拢看大字的尔。大字的乌体啦，教会公布，4字大字乌体啦，啊地网哦，安怎好啊啦？内面的内容也免看啦，是今日这哦，生命的历程啦，这字伤细字啦，不要紧啦，用听的就好啊。所以你甲注意，你是啥物款的基督徒啦？你到底是咧为着上帝来做礼拜、守安息日做事，或者？牧师无伫咧，顶礼拜佫有交代啊！啊，都定牧师要来啊，拜托的小来捧场咧啊，免啦！你是为着啥物来做礼拜？当然你讲足热的呢，足热的呢，啥物款的基督徒？摩西的基督一生的年岁，70若是涌动，通到80。1万年久就飞去，请问超过80岁，请举手，请放落来。稳定若是勇壮，通到80，啊，你若是还袂70，一生的年岁是70，所以还袂到。
你来讲，我都50几年，上帝就要警掉去，迄叫做迄夭折。时间还未到，上帝就叫你转来啊！所以你无到迄个平均年龄，总是摩西祈祷咱咧学习啥？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？伫遮我就要请问，你知影你的日子无？无人知啦，我知影我的日子。毋过，这日子足注意的。我为什么特别提这段圣经？我这个题目了后，我真咧后悔呢。今年5月2日，拄拄礼拜日，迄天我满75岁生日。当时一个单位请我去请安报告，我第一句话甲迄个单位讲：那一天我生日呢。对方给他印象，牧师，生日不要做礼拜吗？安尼听有，生日敢会使免做礼拜？无可能啊！咱是讲，伊讲我生日呢，生日咧偌大？那一天我生日呢，我对方讲，生日敢免做礼拜？生日敢免去讲道对啊？生日敢免去讲道？生日敢免去做礼拜？咱理由足多呢，你要来做礼拜，伤热免做礼拜来吼。风大天免做礼拜，落雨也免做礼拜。我请问啊，你是啥物情要来做礼拜？初一15，初一15啦，还佫来2摆呢。问题较惊是惊你一年来3摆，为什么3摆？新春感谢礼拜来。中国啊，再过来，年底圣诞节过来，有头有尾，阁有巴肚。所以你甲看，咱做礼拜是安尼，清清菜菜、马马虎虎啦。生命毋是伫长短，伫伊的内容，内容啦，内容有丰富无？我头拄有讲，咱去参加人的告别式，请问。你捌伫告别式内面听到头到尾，拢咧讲，迄个倒伫棺材迄内面的人讲，好有够歹，即个人哦死死好，毋捌呢，真正毋捌呢，拢学了撇连长，我就歹势讲，迄我甲学了已经爬起来，我伊讲，都无影真好啊！咱下面的人，家己这水，欠我钱拢我袂还呢。你甲看，你甲看，人生的价值，你的生命在伫上帝，总是免得表达你的生命。多谢圣歌队经这首诗歌，心安然自在，因为我有主耶稣，你是我的盾牌，我的保护。安然自在啊！上帝甲咱三个伫地。日是咧顾暗暝保护，听咱的上帝，留影伫手袂？人生海海，总是你要安怎伫即个你的人生内面，不管长短，你要安怎借着你的人生来表达你的生命的价值，值得咱去来思考。魔鬼袂通阻挡咱成做基督徒。绝对无可能。毋过，伊会互咱过一个马马虎虎、清清菜菜的基督徒。我头拄有讲啊，我伫咧厝诶做迄个线顶的礼拜就好啊。我即礼拜，咱本堂的牧师无伫咧啊，伊休困，我也休困。所以，咱的做礼拜是为着什么来做礼拜？你是什么款的基督徒？无论是基督徒，或者毋是基督徒，拢看人生是一个历程。生命的历程就是你安怎咧经历这个路站。咱三个来想3项。头一项讲起来真简单，活落去，活落去。敬畏上帝是你生命生存的一个开端，就是敬畏上帝。
你来遮敬拜上帝是要迎敬上帝、敬畏上帝、守安息日做成，绝对毋是为着别人。信仰毋通成做重担负担。都无代无志，张牧师敲电话来，会长来阮兜探访，所以今日好啦好啦，无来做礼拜。你是为着人来做礼拜，所以到底你今日做一个基督徒是什么款分、什么款的基督徒？负担重担，这种的生命历程，你安尼活落去，好，足歹咧。有负担，有重担，为什么？甲上帝亲密的关系无建立啊？迄个直的关系无好啊！直的关系若无好，人甲人换的关系无可能好。敬畏上帝是对上帝惊，敬畏迄个畏是会惊。台湾人有一个特色咧，惊死。所以即阵还佫有人戴喙罨，老实讲，我有早来啊！足侪人拢讲咱长老会足早都有保持距离啦。台顶的讲道甲第一排拢保持距离，所以足安全啦。佫一项你牧师人讲话拢足大声，所以第一排拢无人咧坐。好佳在恁第一排拢足敢坐，无法度，因为恁百姓寡堆，无坐也袂使。所以你较注意保持距离。咱人甲人的关系，人甲上帝的关系，你的距离，你到底甲上帝的关系好不好？你若无建立这种四正的关系，或者你是出伫惊，上帝甲发啦，上帝甲跌啊，上帝会甲处罚啦，所以你是出伫惊，或者你根本无将上帝看作上帝。咱有一句话讲：天不怕地不怕，连上帝你若毋惊，甚至你心底会讲：无你甲我讲啊，上帝伫倒位啊？我啊，上帝你出来啊！你搁讲过，你搁讲过。去年年底12月。我因为常常去逐所在咧讲道，我拢会甲问讲，咱伫3-4年久的 COVID-19 的迄个疫情的中间，咱拢会注射。我会甲问讲，拍3针的人举手，2/3举手；拍4针的举手，剩无10个。我讲，干那台顶牧师拍5针。因为牧师好野人惊死，大家都笑啊！我定定答，定定讲，我拍5针。上帝听不下去了，有一天就讲，你搁讲过，我去年12月我就丢掉啊，2条线，搁答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我属伫过动，或者你教育公布一定都要去看，我有写。我属伫过动的坐袂调啦，坐袂调叫人，迄阵我都爱关呢，隔离呢，所以我叫人关喺房间，门若一个开起来，牧师娘甲查某囝第一句话拢问讲：你出来干什么？门就关起来。袂当出来啦！上做是敲，门开起来，你要食的物件伫涂骹，家己摸着，门搁关起来。隔离呢，足乖，乖拢叫关喺内面。什么时阵上好呢？早起查某囝上班，牧师娘出去买菜，家里没大人，干那我一个。放风的时间，迄敢若家叫人乖家有无？会使出来乱说。迄段时间5天，有够忝，外国兼起早。虽然厝内有冷气，毋过
足无方便的。天不怕地不怕，你好像关伫迄个所在，看你外面，活落去，总是活得足艰苦啊，活得足艰苦啊。人生亲像啊，惊是互人谨慎活落去，因为你有破病，你有传染，所以我暂时甲你隔离。总是这种惊是出自敬畏呢。敬畏呢，毋是真正的惊，是敬畏，是一种你到底是出自真正，或者是表面上的惊，或者是高不中的惊。所以有时咱惊家己、惊上帝、伤骄傲、自卑、偏见，咱足多理由，所以用听要转变来超越上帝的敬畏。这变积极，对惊后来变做真正尊敬。我真正毋是出自惊，是真正无来袂使遵守，因为我是敬畏耶和华。所以咱要安怎诚做一个基督徒？听主所讲，听主所做，听主所有，听主所毋嘛。你真心真意真力真性。活落去，这是头一项，生命的热情就爱活落去。第二项，活就爱活得好。所以我定定甲这阮退休的传教者，阮这已经退休啊，这退休的传教者，我拢甲讲，免欠啦，家己吼对家己较好咧啦，肯定家己啦。少年检太就爱欠长内度，为着囝儿孙啊。即阵拢话免。我退休的时阵，阮后生第一句话甲我讲者：爸爸，恁用恁家己的钱吼，恁家己去生活，无够甲我讲。所以这6、7年来，我家己租厝，我家己用阮家己的钱，用得偌爽快呢，用得偌大办呢，免共伸手呢。毋过6、7年100万无去啊呢。毋过咯，不要紧哦，自己的钱啊，活得足好个啊，有威严啊。上惊就惊到最后，无共遵守袂使呢。所以对家己较好咧。每一个人的生命是宝贵，都要珍惜。咱必须了解生命的真相，生命的奥秘，生命是礼物，阁是机会。上帝互你存在伫即个所在，诚做建成的会友，诚做一个基督徒，这是上帝的礼物，也是咱的机会。生命会成长，阁会影响。生命是永恒，生命伫每一个时刻拢有存在有意义。生命的意义就是你有法度去影响人。人活毋是活靠你的。迄个饼尔，活靠上帝的话，人活有价值、有意义，所以活得好，珍惜上帝所赏赐你的生命。上帝不但予咱生命，佫借着耶稣的拯救，予咱享受恩典中的自由，用无共款的恩赐去服侍别人，借着圣神得到能力，通过上帝的正，会伫遐甲咱压管。伫迄个所在，甲咱栽培，互咱的生命诚做疼的生命，互咱伫上帝所授予的生命发挥运用，活得更较好，成长的生命，疼上帝、疼人、疼家己。我头拄有讲，5月2日拄拄满75岁，为这边我会提起这个日子。25年前50岁生日，教会青年共款甲我祝生日。祝生日你拢知影，拢都爱许愿、许愿。我就拿着本了许愿煞，嘿，遐青年足国味。老师，愿望都爱讲出来。我第一个愿望，第二个愿望讲出来。第三个若都爱讲，我讲出来都无意思啊，无讲袂使。讲好啦，我甲上帝讨搁一半，
搁一半什么意思？75岁，迄阵是讲哦，75岁才长咧。目睭年就过去啊呢，5月2就满25年啊呢，所以我75岁满。伊刚开始，每一天早起我若爬起来，我感谢上帝。咱有一首歌叫做《每一天》，有没有？每一天稳定，所以我若透早爬起来，我感谢主，又活了一天。其实还袂活啦，伊早起尔，毋过经过一个黑暗暝，佫新的一天。安尼活落，活下去，活得好。有意义啊！因为每一天上帝稳定啦，你免啥计较啦。上帝什么时阵要经你去，唔知啦，尽本分啦。所以伫这人生的生命，你永远你拢伫迄个所在，你伫遐活落去，你伫遐咧珍惜，你伫遐咧看上帝互你的生命。第三。你要安怎伫遐活有价值？你毋若活落去，你佫活得足好，佫有价值。通过耶稣基督的救赎，丰盛的稳定，道成肉体耶稣基督，为着你我死伫十字架顶，基督徒毋若珍惜每一天，珍惜你的生命，不管你偌长。头拄我有问讲，你的生命若超过80岁，稳定。上帝互你永壮到80，总是你已经超过80。所以伫这中间，基督徒不但珍惜所领受的生命，进一步享受耶稣救赎的功劳。耶稣白白为着你我受顶十字架顶，道成肉体的耶稣，咱伫迄个腓立比书第1章21节，我互教会的金句，总是。因为咱的教会无黄金句，所以你会当看讲，活为基督，死得到利益，活有价值有意义。咱是毋是真正为着耶稣基督咧行天路？咱是毋是真正为着这个道成肉体救赎的功劳，咱咧应敬上帝，互人看到你知上帝的疼是真。他多咱有读新的概念。人要因为恁的彼此相疼来看出你是我的学生。我伫新南院内面哦，新南生拢足严啊，都甲你讲耶稣的教示，互做彼此相疼。啊，白话字哦，彼此相疼，爱着挑工要甲读做走蛇，讲恁着彼此相拼。相疼甲相拼差足多呢。毋过吼，这个造就的神学生哦，讲恁着彼此相拼，真正相拼呢。真正人生内面，咱拢拼来拼去，总是你是为着上帝咧活，或者你还阁咧彼此相拼，或者是相疼。今日咱要因为耶稣的应允，耶稣互咱享受丰盛的生命。我来是要互恁得到丰盛的活命。你是毋是因为耶稣感到你的人生有意义，互人羡慕你的生命，互人愿意来教会？所以我头拄会甲伊讲，咱见神，咱有听，咱互四周的人知影讲，咱的见神是有活命、有听的活命。使徒行传20章35节，互人会比共提高福气。基督徒的人生常常咧讲，施比受更为有福。总是我若无传福音，我就知。我伫广播车这篇文章内面，我最后又愿用这节圣经在咧讲。我今日每一天，我咧活着是为着讲传福音。上帝既然还阁留我的活命会当做，我就做。我若无传福音，我就有知。因神，咱咧为着上帝来活，活着有意义。
结论来讲，请问你的生命历程怎样？你的生命人生怎样？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，互阮得到智慧的心。保罗伫即个提摩太后书第4章第7节，咧鼓励即个少年传教者，精进好的精进，尽跑道的路途，所信的道理，对答了后有公义的勉励。真期待咱面对上帝的时阵，咱伫遐讲，咱已经尽本分啊。主耶稣讲：好可尽忠的奴仆，你通甲我相甲即日落园，愿咱大家人生拢是活落去，活得好，活得有价值。相甲来祈祷，天父阮的上帝，阮无完全，总是因为你的疼。互阮成做你的器具，成做你所拣选的百姓。逐所在因神益人，无论伫教会，阮担当啥职，拢是为着主来做，为着主来活。愿阮的哪久哪听你，遮尔炎热的天气，保守阮出入平安。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。阿门。阿门。感谢田牧师用好的信息甲咱三个分享，愿咱的生命真正是活得有价值。来，咱过来吟圣诗，回应的圣诗，圣诗第69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。圣诗69首，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。请咱起立来吟全首。我的心神，你着唱歌，我感谢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我的上帝，伊有创造天顶地，耶和华上帝，一大救主。听通上帝照顾人类的天父，赐归温泉，赐福天的残恒出山，不愿欠亏。耶和华上帝，我的心是，我的心是。天生调基主的名，一起传扬光上帝，永远的你天顶地。耶和华上帝，阿门。请坐。奉献，请书献的当讲。
请咱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下面公道的时间，请咱看周报的内页，大道的事项。咱教会的标题就是教会异象宣传正圣道内面家祭司。咱大道的事项头一项，咱为着今日的讲道咱所领受的。毋望咱的活命拢活得精彩有价值就是愿圣神帮助咱，互咱的心伫基督内面坚定徛在，三甲做伙往所差的标来跑走。第二项为着机体敬请省略陈经主、刘慧英、陈王南、洪甘基、陈德明、刘秋敏、陈丽水、吴玉梅、杜昭、陈秀荣、罗胜雄、陈义利、林依诺、洪英铁、孙兆正，佮有福建的保育者陈昭明、廖惠忠、甲李碧莲，佮盐田文子林美珍、林念芝张长老伊的骹的受伤的事，佮为着化疗，就是囝如姐怡珍亚娜。佮为着停医甲开发的身躯。第三，为着这个暑期，咱有这儿童夏令生活营，甲青少年的夏令营的筹备，咱为着这个来三甲开声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感谢你，主你早起愿通来到你面前，领受主你的话语。主你通过题目书所导阮的信息，阮感谢主。互阮搁一摆来思考主阮的生命到底是活得安怎？特别恳求你帮助，阮通领受做做，为着具体这欠安的事求你肯撒伫咧，帮助因来有处理换课的异地，你的成就来显明。主，我来为着书记的这所有的事工活动，叫主带领，互因拢通伫处理的带领中间，通一一来完成所计划的事。主，我恳求你帮助。知影，阮伫你内面就一无所看，一无所看的源头。什么样？主，感谢你，主，感谢你。天父上帝，你是慈悲怜悯、疼痛的主。这时，阮伫遮献上阮的恳求甲感谢，求你使阮束缚伫大人的需要，无论身体欠安，也是心灵创伤的，求主一一医治甲补足。因为你应允受伤的路程无要压制，灭灭的灯火你无拍熄，所以阮勇敢壮大。踏出信心的脚步，因为知影主同在会开力，赢过一切苦难，我们得胜到有春。炎热的季节，也是阮主日路青少年所要办的这个野会的事。主，阮恳求你保守7月29到30儿童的主日路的生活营，以及8月19、20的青少年的夏令营。主，恳求你一一带领。互阮所筹备的拢通顺利圆满。这个是阮也要三甲用主古教示阮的祈祷文来祈祷讲：
愿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子今仔日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敌去，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。因为国、权、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报告，请咱来看教会消息。第一项，本主日感谢弟兄牧师带来的勉励，愿主赐福保守狄牧师甲伊的家庭，咱代表教会甲伊多谢。第二项，咱7月14到24是两位牧师安排年休的时间吼，因有做在不管是返乡的探亲，也是因伫拜访因的亲友的时间，咱拢求主带领。请咱注意，就是7月19的拜三暗暝查经祈祷会会暂停一届。第三，7月17下晡是4点，教会的所定排定的消毒的时间。7月17就是拜一下晡4点的消毒。所以第二天7月18，教会无开放，因为安尼人通更较有好的效果。第四，7月23下晡，全教会要大扫除，就是咱的消毒了后，过个迄礼拜，就是要7月23下晡，咱要大扫除吼。总务部会排在各团契的分派的所在，拜托大家才拨咱的时间来协助各区域的整理。第五，请各团契单位伫7月23前将财务的数目交予干事，通送检查，予查册委员通进行年终的检查。第六，青少年团契定伫8月19到20要举办夏令营，地点伫桃园的青年体验学习的园区，对象是高中、国中、高中甲大专生吼，费用一律是2000块，才会包括所住的食食，甲所住的所在交通、体验费用保险等吼，这是真会当有真划得来的吼。所以请咱的国中生，咱的嘛通邀请吼，嘛通邀请咱的厝边的人来学生来参加吼。报名表放伫迄大楼诶柜台遐，咱家己来摕。详细情形通甲辅导王定信甲子瑜通对因来请教。第三季的7月到9月的新安宫读册，读经手册已经来，请咱家己来摕，佮照进度来逐日的灵修。第八，2023年的6月份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布，请咱伫公布栏的所在，请咱家己来看。团契消息。7月16上午9点45，轻率团契聚会，主理是以翔执事，主题是夫妻的默契大考验，就是今仔日啦吼，因已经伫顶头聚会啦吼。第二项就是7月29到30的儿童生活营，地点伫宜兰，这个已经报名好势吼。主日咯，咱求主帮赞，互因所带这细囝去遐的生活营，通有好的丰收。第三，9月11到9月15，在北中会上年部秋季的灵修的旅行，要去日本的九州5日游吼。详细的行程请看公布栏，若有意向的来咱的美玲会长来报名。具体消息是咱唔敢的消息吼，就是顶礼拜主日伫超10点40，大概10点40的时阵吼，赵明执事的老爸吼，邱清东兄弟吼，真唔甘来过世过往。那咱会到不过感谢主吼，阮去看真安详啦吼，就是去经着一时仔较久的时间，赵明看到
即个手机啊，伊拢有用手机啊咧看老爸的伫厝内的动态，所以看到的时阵拼转去啊，但是就已经袂赴吼。不过上帝有上帝的期，咱毋甘的中间，犹原求主保守，互遮个照明所要办的遮个以后的事，拢一直来通圆满顺利。啊，咱要定伫8月初5拜六的11点，吼，8月初5拜六11点，伫台北伫第2殡仪馆的1楼吼，1楼至真厅至真2厅，吼，1楼至真2厅举行告别式，了后就要往阳明山举行会葬吼，会葬。啊，愿主安慰遗族，啊，参加的请咱要参加的请咱伫咱柜台登记，通准备车辆啊，甲相关的事宜。啊，咱毋敢的中间，请咱大家犹原为着家属代祷。奉献的名册，伫即个所在，若有出入，请咱来过节来登记。请咱来吟上咏510首，上咏510首，阿老天顶主宰。请咱起立，吟诗后请题目师祝祷。愿恁大家得到主耶稣基督的恩宠，天父上帝疼痛，撒个享受圣神的帮助，对这个祈告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会场请坐。咱今日聚会到这，请人默祷闭会。